民进党立委陈敖票红白讲 ，IN.B 诈骗集团的办公室就登记伫陈敖票的办公室哦。陈敖票走行庭的年报车嘛登记伫 IN.B 的这间公司哦。有人就呼吁讲，陈敖票应该退出立委选举，嘛要求民进党应该要重新提名。这不是诈骗，伊这代志无法遐的是，这个人就无人敢甲伊试试。即摆代志逼啊，你还阁温离啊？指控立委陈敖票代志逼出来啊，也无任何的动作。民进党创党的党员黄正元第一人面前发公开批，针对陈敖票加入去 INB 诈骗集团的风波，希望陈敖票会当退选，予少年人机会。民进党应该要重新提名。民进党籍前桃园县议员王浩宇嘛公开呼吁陈敖票来退选。我刚下飞机，今天还是研讨会。立法院长游锡坤今日早起去宜兰参加活动，针对民进党蒋国辉爱将陈敖票加入去诈骗案，敢若讲对这件代志也无了解。陈敖票叫前立委黄国昌第一人面前指控讲，网络照台媒合平台 INB 伫全台湾诈骗。陈敖票服务处却是 INB 的大本营，因走行停用的车嘛登记伫 INB 的下底。这个风波即嘛是愈搞愈大。如果我有参与诈骗集团的挂钩，或参与诈骗的行为，我退选没有问题，但是不要以含沙射影的方式来抹杀我个人的人格。党部非常的重视，那也给予尊重哦，并且会将我们党员所陈述的这种想法跟意见上呈给中央党部。如果有涉及违法事宜，党会依照法律跟党内规定处理。陈敖票最近得到党中央的提名，参选后一届宜兰县籍的立委，针对创党党员要求陈敖票来退出立委的选举。民进党宜兰县党部讲，这个声音县党部拢真重视嘛尊重，会将相关的意见交予中央党部，加做这个案件的了解甲调查的依据。民进党中央党部讲，陈敖票若是有涉及违法，会照法律甲党内规定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